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篩選萬能俠啦！又到呢個環節嘅時候，梗係同大家講啲唔係好值得搏嘅熱門啦嚇。咁雖然上次會當零繼續贏完再贏添咁但係呢，總有呢啲睇錯嘅時候嘅。不過呢，盡量避開啲冇乜實力或者賺咗形勢嘅熱門呢，會比較好啲嘅喎。嗱，如果呢想知道多啲嘅，咁當然想右下角有粒4星龍珠可以訂閱呢個世榮香港人賽馬台啦。咁記得 follow 翻呢我嗰個 Instagram 啦，咁亦都可以想報個賽馬班呢，可以 WhatsApp DM 我嘅。咁日直播呢，亦都可以啦。咁譬如你話我 YouTube 我冇辦法付費咁你都可以 WhatsApp 我呢，用嗰個 FPS 或者係 Alipay HK 呢都可以噶嚇。好啦，咁記得呢，我哋今次想翻朋友號呢，即刻睇下篩選萬能俠篩選邊一隻熱門馬咯喎。邪悪な心を持った奴は全て俺たちが倒してみせる。こいつはただのロケットパンチじゃないぜ。アイアンカッター。こいつを持ってけ。ドリルミサイル。嗱咁咧就講緊呢匹就係4場4號嘅快樂共濟啊！你會見到我擺咗喺第7選嘅，暫時都仲係大熱門啦。咁啊頭先呢，即係馬迷早晨都講過噶啦。咁呢隻馬就係一啲擺前有啲唔抵嘅馬啦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其實佢上一次呢，雖然有少少勒鼻咁，但係呢，以佢前速計，就算佢手搏蝕位呢，本身都唔係一啲好快末段嘅馬匹嚟㗎嚇。咁如果大家有研究過佢啲段速嘅話呢，應該知道呢，同一日另一場嘅4班呢，其實就算慢步速都好啦，後上嘅馬匹呢，好多匹甚至同場嘅豐功偉績等等，都會比佢更加快嘅。咁呢場豐功偉績都係抽到靚檔㗎嚇。咁所以作為佢嘅對手之一呢，快樂共濟呢，相對上冇咁低，而且佢北半球馬呢，成熟嘅時候都會比較慢啲。咁呢個呢，大家要注意翻啦。好啦，咁今次呢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嚇，咁一陣呢，就已經冇其他節目噶啦。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啦。咁跟住呢，我哋直播呢，再同大家講下。咁如果想知道投注分佈嘅，歡迎睇翻前一集嘅馬迷上一個節目嘅馬迷世界。咁希望今日大家繼續贏多啲。我哋一陣再見，拜拜。